黃醫生啊，我想問下咧，我哋冬天咧都成日會出現凍瘡噶，咁我哋可以點樣做呢？如果咧喺澳門嘅天氣成日出現凍瘡咧，其實就唔係好正常嘅。咁但係如果有你哋去旅行啦，去啲好凍嘅地方、落雪嘅地方咧，注意如果出現凍瘡咧，其實係相對正常嘅。如果咧我哋知道我哋去旅行會去一啲好凍嘅地方，咁我哋記得咧露出喺環境出邊嘅，譬如手指啦、鼻啦、面部啦、耳仔啦，注意做好保溫，要戴帽、戴耳罩，同埋咧可能一啲防風嘅面罩啦。手注意保暖，因為咧其實乾燥之後佢哋嘅溫度溫差會令到一啲凍瘡容易出現，同埋腳都係嘅。咁由於腳比較潮濕，都好容易會出現凍瘡，所以去到凍嘅地方去旅行，記得我哋要做好一啲嘅保暖嘅工作。同埋第二，俾少少 tips 大家，可以帶一啲超級潤嘅，例如一啲嘅甘油啦、凡士林啦，去到呢啲嘅地方嚟搽。當然我哋唔係全面都搽啦，就係頭先我講嘅地方，例如一啲嘅末梢，我哋講緊嘅腳趾尾啦，或者腳趾罅啦、面嘅鼻啦、耳仔露出喺環境嘅地方，咁我哋都可以搽以上嘅呢兩樣嘢嘅。